咱存敬畏的心来敬拜，请作乐。紧啊！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也无钱的，恁着来买来食。来啊！毋免运，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呢。恁啥事开钱，
买迄个袂值一个物，啥事着无，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着享受的样呢，互心欢喜。请咱三角来吟圣诗119首，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永在万福源头，常常施阮祝福，亲像河水长流，感我的心，赞我的喙，称谢俄勒救主恩惠。圣经告白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在细路玛利亚出世，伫阮着彼拉多领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就天。他这个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
我透早要找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乐你，阮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福分来到圣殿，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即礼拜的看顾甲带领，今仔日要来甲主坐道，感谢主为阮失去性命，用你的宝血来拯救阮这有罪的人。即时阮嘛会笑念你的疼，想思阮一世人要跟对主，行伫主的道路，遵趁上帝的旨意，将福音传遍全地。即时为阮伫生活中有时无遵趁上帝的话，有时阮的喙齿会犯罪，做毋对的代志，无小心得罪上帝，得罪人。阮家己拢毋知影，求上帝赦免阮的罪，恳求上帝为阮创造清洁的心，换正直的灵，帮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赦免阮一切的罪。只是为阮当时的兄弟姊妹，甲阮的长辈有身体欠罕的，袂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愿上帝你嘛听因的祈祷，求你的大能的圣手医治因，祝福因心灵健康。求你也祝福阮今仔日的聚会，祝福无私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提升阮的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心内，做永远生活中的帮衬。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三甲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地王记下卷第7章1节到20节。白话译本是422页，台语汉译本是404页，和合本是466页。以利沙讲：恁着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安尼讲：明仔日约到即时，伫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一细仔的幼米粉，值银1舍克勒；2细仔的大麦，值银1舍克勒。有一个军长是王，我伊的手下，应上帝罗卜讲：设使耶和华对天开窗啊，敢会安尼吗？以利沙讲：你要亲目看，总是食袂着。伫城门遐有4个太哥爷，因三甲讲：咱啥事坐伫遮，天好死啊！咱若讲入城去，城内有饥荒，咱要死伫遐；若定定坐伫遮，也是着死。来啊，咱来去投降阿兰的军队，因若留咱的活命，咱就会活；若杀死咱，军队也是死。黄昏的时，因起来要去阿兰的营，一定到阿兰的营的边角，看啊，无一人伫遐，因为主予阿兰的军队听见车的声、马的声，就是大军队的声。因就三甲讲：看啊，这是以色列王买好，互恁即个王，甲埃及人即个王来攻击咱。所以伫黄昏的时，因起来逃走，拔散因的布棚、因的马、因的驴、营盘灶具，走去保性命。遐个太哥爷到营的边角，入一个布棚，也食也啉，对遐摕金银甲衣裳去收藏，搁来，搁入一个布棚，对遐摕出财物去收藏。迄时，因三甲讲：咱所做的毋好，今仔日是有好消息的日。
也咱静静。若听候到天光，咱着受罪。来啊，咱着去报王家知，因就去叫顾城门的，甲因讲：阮到阿兰人的营，看见无一人伫遐，也无人的声说，只有马北的、驴北的布棚拢走旧。伊就去叫遐个顾门的，因就去报王家知。王透暝起来，甲伊的人臣讲：阿兰人对伫咱所做的，我甲恁讲，因知咱枵饿，所以出营盘，埋伏伫田野，讲：因出城的时，咱就活活掠因，来伫着入因的城。因的人臣有一个应王讲：要剩的马，就是要留伫城内的，求你找人牵5只来，看啊，马亲像以色列众人所留伫城内的，看啊，马亲像以色列众人受灭的。咱通差人去看伊，就取2张车甲马，王差人去入阿兰的军兵，讲：恁去看卖咧，因就约去因到约旦，看到满路拢是阿兰人，紧走的时，所迄角的衣服器具，互使者倒来回复王。百姓就出去抢阿兰人的营盘，安尼呢，一细仔的幼米粉值银1舍克勒，2细仔大麦也值银1舍克勒。照耶和华所讲的，王派伊所挽手迄个军长管理城门，百姓伫城门吞打伊，伊就死。照上帝的奴仆所讲的，就是王落来见伊的时所讲的。搁上帝的奴仆所对王讲的，明仔日约略到即时，伫撒玛利亚的城门口，2细仔大麦值银1舍克勒，1细仔幼米粉值银1舍克勒。搁迄个军长对上帝的奴仆讲：设使耶和华对天开窗啊，敢会安尼吗？上帝的奴仆讲：你要亲目看见，总是食袂着。即个话果然应验伫伊的身上，因为百姓伫城门吞打伊，伊就死。以上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即时俄勒请妇女献歌队。主
时，讲道请陈牧师讲题是领受恩典日记分享。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今日是今年第4摆的圣餐的礼拜。咱要甲主坐道。咱讲伫地里哪像伫天里。感谢主吼，咱要甲主坐道，就是伫地里哪像伫天里。咱伫地面上甲主坐道。咱期待到迄一日伫天顶，会当甲主三甲坐道来享受即个宴席。今日的圣经吼，若会甲咱一般咧讲的台语吼，会当讲的讲，你地牧师讲，食好斗相报。即4个台语的吼，食好。到尾会当去斗相报吼，咱得到恩典，得到福气，得到好处，咱就爱去分享。咱人像即个、迄个军长，王的军长吼，是迄个看会到，食袂到，来对，看会到，食袂到。咱望吼是看会到，搁食会到。感谢主吼。今日读的圣经哦，咱书咧爱读足长吼。咱应该圣经读较长的，大家训练读台语吼。台语哦要读甲会水吼，我那就爱做训练吼，做训练吼。即个圣经吼是咧记载当时以色列国甲阿兰国，两国当然定交战。阿兰国就是即摆的即个叙利亚，叙利亚是足强的。叙利亚边仔你讲即个黎巴嫩吼，即拢叫求算的。你就是以色列嘛过去也求。毋过以色列都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好像吼微博先知人拢知，所以吼因就是要掠以利沙，因为若无以利沙吼，逐边吼阮就拍败。所以伊就来到撒玛利亚吼，要来围困即个撒玛利亚。即个围困当然就是干围条的，内面袂当出入足侪所在，袂当买卖。所以物件就无人食，拄着穷，物件贵吼，一个迄个驴仔头吼，80舍克勒，迄个粉，迄个粉胶赛吼。1/4一束仔尔，就5舍克勒，哇！所以到无法度吼，囡仔吼，只有就讲吼，妇人人讲今日食你的囡仔，明仔载我的囡仔互你食。约好势，逐个就是食就是等死。结果即个妇人人吼，真正足约束囡仔，互逐个食去。即马计讲。要食另外一个囡仔是讲哦，甲囡仔掠去藏哇，食无，所以即个人足艰苦，好去互骗去哩吼。这圣经的记载就是咱人拢定发生即款代志。结果拄着王就去斗王，王讲我敢有法度？我敢会当有周遭的水酒互你啉？我敢会当5角场哦，互你5个人食？所以即个王嘛足生气的，互你这以利沙母一个煞阿兰愈生气，要甲咱围困吼。今日个背景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即个阿来军来围困撒玛利亚，无人通救。大家拢是准备要等死，足绝望的。即个时阵吼，以利沙透过领受上帝话，甲因讲吼，明仔日约伫即个时阵，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一细仔的幼米粉哦，值银1舍克勒；2细仔的大麦值银1舍克勒。哇！迄个军长听着好笑，感觉讲你咧讲汉果哪有可能？即摆逐个物件是贵甲拢无法度，人拢根本无物件。叫你讲即个汉果，叫即个王安尼讲，
这个王的军长安尼讲，即迄个军长哦，是王所挖的一个真有力的这个军长伊安尼讲除了天开天窗嘛较有可能，无哪有可能这个代志结果伊丽莎知伊的毋信，所以就甲讲你要亲目看到，但是你食袂到看会到食袂到看会到食袂到。这个王的军长因为毋信，结果照以利亚所应允的来实现。咱看到这个技术，互咱会当知影，咱应该就爱信耶和华上帝，咱就会当徛在；咱若信伊的先知，咱就会当得到亨通。这是非常要紧的代志所以伫这个撒玛利亚城去用围困的时阵，拢无人食的时，讲有死的抬高的这抬高的照讲，因是袂当住伫人徛起的所在，因是社会边缘人，是受人根本就是甲拒绝的因哪会当入城？毋过这个时阵都根本都这个想讲当搁入去到撒玛利亚城嘛无效啦，去就是别人都食无够迄个搁有着阮这抬高根本无可能因已经无所在人讨食，所以真困难的是，伊讲我规矩去入去这个亚兰的军队遮尔所在，伫个所在检查因还阁会收冤啦所以伫即个时阵因是剩半死的啦，反正伫遮死，伫遐死规矩无着迄个讲迄个毋通个枵死，规日食好饱来死，毋通变妖鬼，所以伊就想讲去到遐想袂到去到遐就发生奇妙的代志人想袂到的时阵上帝伊用伊的手做人袂当做的代志。即世的大哥就是经历安尼。兄弟姊妹，咱有时就爱到咱真正拄着讲无法度我只有导航当咱有时导航的时阵上帝伊会伸手救你但是咱若要靠咱家己，要坚持咱家己用咱家己的想法，用咱家己的做法，有时无法度就是无法度。所以即个死的大哥的竟然因都想讲这剩败死无着食迄个食了来死，毋通死无食，所以伊就去到亚兰人的营边，想袂到去到遐讲我拢无人，战车也无，逐项拢无结果伫遐有足侪物件拢等等的甚至金银财宝，伊就安尼食到食饱，佮收的好米拢款款的伊想要离开的时阵讲咱两个安尼做毋好呢，咱家己食咱的同胞大家拢要饿死安尼遮有遮侪物件，咱食嘛食袂起，咱无嘛去报者。今日即个好消息，咱若迄个食好无小报我相信上帝都会找咱算数。咱到天光咱无做即个代志，罪一定会临到咱。所以即世的大哥伫即种的下面食饱的时阵伊就准备要去甲王报即个好消息。兄弟姊妹，咱家己得到恩典，得到福气，咱就爱甲人分享；咱得到好处，咱就甲人分享。当然，即世的大哥若无经历安尼，伊嘛无法度啦，巴肚枵嘛行袂去，无得到好处，我要共讲啥？所以伊就要去甲王讲。毋过即个王惯是过去听到拢是歹消息，所以佫何况即世的大哥讲的话，要哪会信呢？根本都无啥物信呢。毋过即个王看到即世的大哥即马精神诚好，食饱。精神诚饱满，佫即个本来穿个太裤烂落，可能捡落好衫，穿这佫看真飘撇看起来伊咧讲，毋是咧讲滚耍笑咱伫遮是无米人食，伊真正是食饱饱，佫穿水水伊要来甲咱分享即个好消息，无咱嘛来看卖。感谢主，咱看见即世的大哥。
伊知影讲即个好消息应该去报，才会对敌伫逐所在围困诚久啊，大家拢无办法。感谢主，伊因为得到即个恩典，得到即个福气所以伊欢喜要去分享伊所得到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坐道，事实上咱嘛得要有一款的心情。耶和华上帝有时伫咱毋知的所在做奇妙的代志。那甲像即4个太哥的，本来是想讲死但是要去找求生活，想要到上帝真正行在日，互即个阿兰的军队听到迄脚步的声音，听到即个战车的声音，什么款的声音？惨嘛！真正上帝佫透过即个以利沙安怎？即个军队要来甲恁攻击大家伫无拍算的中间真惊吓，所以就赶紧选想袂到因是去互上帝所制造的这个，可像甲迄个以色列百姓教军队教真迄个千军万马教其实无真实的代志。毋过上帝互因领受即个代志，因逐个惊吓逃走，即个物件拢棒棒的。今日即4个太哥得到即个好处。所以，即个4个太哥当然，伊感觉毋通阮家己得到，阮的同胞嘛会得到。兄弟姊妹，咱今日徛起伫台湾，咱得到恩典，咱会当诚做伊的百姓，咱永远着爱来分享即个救恩的好消息，互咱的同胞。有时咱若看到伫咱台湾的所在，真侪人无一个好的信仰，毋知影。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以因到伫即个7月时大家是拢足惊吓，大家拢是拜拜。阮伫大楼即马讲袂使内底当然袂使烧，袂使爆，大家嘛是大人若是袂放心，这囝都拢毋知拜囝嘛毋知啥，所以我迄天拄着一个讲，我摕一包，是伊讲要摕去楼骹迄边烧，这拢袂当烧，即马拢缩小小讲你是要烧啥？讲这是要烧床母，床母就是一般就是要祝福，看伊的囝儿会当生囝，会当啥物？哇！咱即马所有需要，大家都是爱拜拜，有足侪感谢上帝，咱凡事拢会当对伊讨，咱会当来到主的施恩的座前来向伊恳求，咱毋免用这世间人想的方法法度要来。求即个求迄样，咱看到即个民间，就是照着人的需要，会当满足的，非常多神明你要爱这样为样，你要为着求钱的，要求囝的，你要求平安的，要求医治的，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伊会当满足基督的，满足咱所有的需要。咱应该就来向伊求讨，咱应该就来到伊的面前。但是咱若毋捌伊，咱若无听到即个福音，咱毋知影即个信息，咱无去相信，咱要哪会求呢？那甲像使徒保罗讲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坐道，就是咧备办咱将来伫天顶更较水的宴席。咱甲主坐道，主欢迎咱甲伊三甲坐道。那甲像即个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讲恁一切喙焦的来受滚水，毋免阮毋免价钱，恁会当来买来食来啉。兄弟姊妹，咱若会当真正来认捌独因即个上帝，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人是天生地养，伊享受互咱一切丰富，咱会当享受伊互咱的丰富。咱若大声求伊的国甲伊，伊讲一切这物件煞要互咱。咱今日要甲主坐道，就是咱有得到恩典的人。咱得救是在伫恩典，是因为咱的信，毋是咱有啥物功劳，毋是咱有啥物通夸口的，毋是咱有偌好的条件，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要互所有的人的，毋是干那我得到。咱是咱较像即个4个太哥的，咱原来是应该是该死的，咱应该是袂当搁活落去的。毋过上帝竟然互即个恩典，咱会当
大声去拄着，咱会当得到，咱得到这个恩典，咱应该就爱去分享。今日若无将这个好的消息分享出去，迄个罪减在伫咱的身躯顶。感谢上帝，咱教会兄弟姊妹足侪人嘛伫生活中间有去咧关心别人，去咧传福音。这个甲这个赵地长老阮因为咱这个兄弟这个蔡兄弟夫妇要来信主，嘛是咱早香节去遐关心去遐传，伊嘛是拜拜，所以实在有足侪艰苦，足侪不平安，人拢有足侪艰苦，但是愈拜嘛无效，感谢上帝，互伊会当来找到独一真的上帝，来敬拜独一真的上帝，所以伊就真欢喜，去度午乡，伊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咱应该就爱欢喜，甲人分享这个福音的恩典。咱会当甲人分享，咱会当将家己领受的疼分予别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那像迄个5个饼2尾鱼的，虽然伊有5个饼2尾鱼，伊会交伫主的手，伊会当分享出去，毋但5000人食饱，佫会当剩12斤，是12拿。兄弟姊妹，今日伫世界上、世上，嘛有真侪真正拄着真艰苦的人。感谢上帝，互咱台湾会当得到恩典，咱了佫有开咧通去帮助人。随上咱台湾。咱有祝福伫世界足个所在，牧师嘛捌甲即个世界展望会，甚至到迄个黎巴嫩、约旦，迄甲咱黎巴嫩是甲咱无邦交的所在。但是咱通过世界展望会，咱嘛是将咱台湾真济100公吨的米送到遐，就是要帮助遐个难民。遐难民事实上足可怜的。当国家内战炸弹炸落，大家惊兄，大家逃走大家迄个货车拖的物件、搬的物件，要紧的炸的就走。为个佫较无钱的，就是去到遐，就是爱靠联合国甲因帮衬，拢生活毋知要安怎，嘛要食啥物，就是逐工靠一点仔饭去领出一寡福利中心的一寡会当食，足简单的。所以世界各国。大人就用疼心送这个米粮到遐。即马这黎巴嫩嘛够可怜，佫爆炸这个25万拢无甲考几啊，无厝通住。迄个国家就已经散啦，迄个国家就已经乱啦，佫拄着遮尔大的凄惨。但是这也是要互因上帝才是因的帮助，因着爱悔改来归向上帝。迄个所在宗教。非常复杂，有回教、有天主教、有东正教、有基督教，真济。但是主要就是人无敬畏上帝，人只有干那为了伊家己的利益、党派利益，抵到这个所在，人拢吃苦。咱求上帝怜悯，咱今日无论世界伫倒落，咱应该就爱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迄个所在，因为这个福音爱传遍天下。别期改教，咱应该就要对万民做见证。兄弟姊妹，咱有得到恩典，咱有得到福气，咱有天顶仰望，咱就会当咱的同胞会当来宣扬这个拯救的福音，互因永远会当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咱透过这个技术，互咱会当学习几样代志。咱看到。这4个泰国的人其实因是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是虚心的人，因家己无半项，伊承认讲我这泰国的当咱承认咱实在是原来咱是罪人，原来咱实在是该死的，当咱是安尼承认家己的时，反倒转上帝伊要来拯救你，上帝那个像迄个。抽象的伫遐推演讲迄个赦免我这个罪人，赦免我这个兄弟姊妹，咱实在是上帝恩典才做成的。咱原来是那种土共款，土做的，咱是伫
尘埃。啊，必然讲我是尘埃啊，我是土啊，我无什么价值啊。但是上帝互咱诚做尊贵。当伊将灵的活气分伫咱的内面，咱就诚做有活命的人。今日咱就是知影咱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啊，伫顶礼拜拜六这个新生命小组教会顾志牧师咧分享讲哦，讲当咱啊承认咱就是迄个阿达玛就是土啦，安尼咱就变做 Adam， 咱就变做变做亚当，咱就变做人。其实咱拢是得到恩典的人，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摒空虚的心，互上帝恩典đầy满咱。咱就承认咱是有罪人，互主耶稣的救赎到伫咱。咱是一个有时咱有拄到病痛艰苦的人，互主耶稣来医治咱，互伊来充满咱。兄弟姊妹，咱看这四个太哥伊安尼的时阵，上帝竟然互伊去经历到，哇！有遮多物件通食，有遮多的保米通摕，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对咱的恩典。第二，咱看见这四个太高的人因是心灵夭折的人。遐个百姓无法度，连囝都得杀来食，拢无物件食的时，伊愿意冒这个危险去到亚兰的这个营房，去到迄个所在，为着要求生存。感谢上帝！当伊有即款的渴慕，伊有即款的追求，伊付出一切代价，伊就得到上帝予伊的丰富。兄弟姊妹，咱要来跟地主，有时咱就要真正有迄个心灵要求，有迄个渴慕，愿望要得到，甚至我付出一切，我就是要来得到主。咱今日要跟地主，咱嘛同款。咱也为着要跟地主，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咱欢喜像保罗来看万民做本数，反倒当上帝伊要将伊丰盛的祝福来赏赐予你。这是一个逆理，但是咱的信仰就是安尼。兄弟姊妹，当亚伯兰这个亚伯拉罕欢喜将伊的囝，伊所爱的囝，伊100岁才得到的囝，伊实唔愿意放真唔甘的囝，伊要献予上帝时。反倒等上帝知影伊的心，上帝知影伊的心，你唔通下手伫这个世界顶面。我知影你的心，所以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应该就要有一款的渴慕，咱要有一款的信心。主的确会祝福咱，咱唔通像这个军长，因为尽迄个唔信的心，唔信的心。后迄个代志哪有可能？上帝变天门嘛无可能。咱即马大家就是要过世啊，哪有可能？逐项拢无可能，哪有可能哦？这个小马会价值偌济钱？这个大马这款会俗甲迄样，即马都无啊。但是感谢上帝，这个军长所毋信的，却是照先知所讲的来得到成就。兄弟姊妹，咱应该就爱。求上帝帮助咱。那撒旦魔鬼，伊通常是互咱会失去信心，互咱呢就是常常就是负面的话语。咱应该就要求上帝，互咱有正面的信心，互咱有智慧的话语。咱无论拄到什么款的代志，无论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咱应该讲正面的话，讲积极的话，讲恩典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咱若安尼做的时，咱的确。要得到恩典我有时常常甲小组长我若鼓励咱伫小组的聚会爱讲积极的话，讲正面的话，讲造就人的话，讲恩典的话。咱世间有艰苦无？有艰苦，但是有艰苦，毋是常常对人吐苦水你的艰苦带来到上帝面前会当像这个汉娜靠落上帝拢会使，但是有时咱吐的苦水对人是无一定有造就的你有苦水，我有苦水，大家苦水大水。你艰苦，我艰苦，大家艰苦减唔敢。所以你失了信心，我失了信心，大家拢无信心去。兄弟姊妹，咱伫群体内面，咱就是爱讲
有信心的话，讲积极的话，讲正面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分享恩典的见证。你有艰苦无？有，我有艰苦有，但是这个艰苦，咱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讲，还是你的属灵的长辈，你对伊讲。小组长有时就是爱鼓舞兄弟姊妹讲吼，无要紧，咱即马即个代志吼，小等下你吼私家来，我会听你讲，我为你祈祷，吼，毋免伫迄个所在讲着艰苦的代志。讲到迄个无稳定的代志，我做人煞失了稳定。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应该做的见证。咱今日得到稳定的人，咱就是讲稳定的话；咱得到好处的人，咱就是传这个好的消息。这就是这世个太哥的，看起来无啥物，上帝嘛透过要互咱学习。当咱会使去甲主这道，望互咱个人会当成做一个受恩的人，欢喜。甲人分享恩典，咱领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上帝丰盛的疼痛，咱应该就要分享出去。咱的主耶稣讲，独独圣神临到咱的时，咱要得到开力，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这是主的应允，嘛是主的命令，咱应该就爱。照安尼去行，的确得到恶乐。主耶稣讲：“我实实甲恁讲，人为着上帝国放杀厝体、某囝、兄弟姊妹、父母、囝儿，无伫今生得到百倍，搁伫来世得到永生。兄弟姊妹，当咱欢喜，甲人分享上帝伫咱身躯顶的恩典，我相信咱家己会蒙福。”也要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佫会当应神益人，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甲你坐道的时，阮会当佫一遍透过四个太哥的，会当得到上帝拯救，互伊本来是爱死的，佫会当得到活，互伊得到丰盛，佫会当甲人分享，佫会当去甲伊的同胞分享，上帝啊，互阮这个蒙恩的罪人，阮得到恩典，阮应该就爱甲做者阮的亲人、阮的朋友、阮的同胞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互人会当来认捌你，互人会当来敬畏你。你就是创造阮的，你也是造作阮的，你也是拯救阮的，你也是用当的价钱来赎回阮的。阮是有福气的人，阮有天顶的福气。主啊，阮伫地面上所有这个艰苦，若甲天顶的福气比拼的是极轻极小可，所以阮就来赢过，互阮阁会当常常甲人见证，信耶稣的人实在有极大的福气，有永生的福分，有天顶的福乐，阁伫地面上靠着主的恩典，互咱会当。毋留我，阁有丰盛。主，阮要甲你坐道的时，愿你的恩典对天降落来。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咱这个时阵要来念一首的诗，咱要来领受圣餐，355首。请咱来念全首，请咱起立。
了情，其他人的来分享，听见声音在讲话言，就看见你在相拥，这个叫我无个捆绑，不爱你的和平。永远跟你在心中，我已无路永无天。感谢，请坐。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自修。也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年来纪念我。食了也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纪念恁的时，着今年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伊互人买迄面有摕饼祝谢，咱照伊的圣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亲爱的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摆伫你的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咱今日。是用新的一个二合一吼，就是有饼甲杯，所以咱小等的要分落去，咱就会摕到饼，同时摕到杯，咱大声吼，就是食饼，后来才要食杯吼。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主耶稣讲捧杯，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孝顺我。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这应该是真好，迄个饼吼，面顶面有一个薄薄的、迄个透明的塑胶膜啊，甲摕起来。先贴第一年吼，薄薄啊，迄了毋是贵足够就袂起，只有一个膜啊吼，应该是真容易贴。了用手吼，镜头尾小可甲回一下吼，小可甲回一下，伊就会起吼。这有2元吼，咱就用面顶迄份就好，白色的膜啊，甲用起来，迄就一个饼。咱要大声来领受饼，甲来。因为咱为着咱最近吼，即个疫情，咱为着，互咱会当拢无受接触吼，有卫生吼，咱就使用即个做了真好势的饼，甲杯吼。头一个迄个膜啊，甲用起来就是即个饼，第二遍才来用杯吼。嘛有人无摕到无？后壁，这边免有啊，这边拢无，吼。为头前来，或者。
主要所讲，伊就是活命的饼，受困伊的人决断袂枵，信伊的人永远袂喙焦。受困伊的人，伊永远拢无气煞咱。咱虽然是同罪人，那甲像变水，那像太科，但是主永远听咱，伊要救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伊的救恩，每一个人拢会当进入伊为着咱陪伴将来伫天顶的快乐。所以咱日日，咱着感谢，咱着感谢伊的恩典，咱着保养伊的恩典，来分享伊的疼痛。现在咱有摕到这个饼吼，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拍破，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咱来擘开咱的杯吼，食了后，咱的主耶稣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既然你们是着今日来写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甲恁三甲伫咧，咱三甲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使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咱要来。收奉献。这请咱起立，咱来敬奉献诗。我
你，守护阮伫事农工商拢有好诶得会财诶能力。阮奉献淡薄诶金钱，做教会传福音事工诶路用。愿主接纳阮诶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诶圣尊名求。阿门。祝福财产。主赐给我，主赐给我，主赐给我，耶稣求你赐给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我，主将我，主将我，主将我，深深求你将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望主生命出去。当恁通平安去，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花，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当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请坐，会倒避讳。